这两天特别闹热，歌戏国宝杨丽花为了要宣传大师新戏忠孝节义，特别办一个人人拢是杨丽花的活动，邀请酒吧的卖将大家西装打扮做煞心人杨丽花，穿过去国宝杨丽花穿过衫上台表演。其中咱看到上细汉的今年才5岁，那上届自深的是68岁阿嬷，上届远的为马里岛飞来到台湾，头叫西亚丹阿兰伊嘛讲到江湖一点关，若是要亲像国宝杨丽花，目睭就要会晓看电线。 穿国宝杨丽花，捌穿过古装衫，加上真有中气的唱法，互人叫是国宝杨丽花来到现场啊！原来这是歌戏国宝杨丽花为着宣传大师的新戏忠孝节义办的，大家拢是杨丽花的活动。我身骑白马走三关。国宝杨丽花为着让正百的戏迷体验歌戏，提供过去捌穿过、治过正百领的古装衫甲帽仔，互来比赛的人会当穿歌戏的衫变做杨丽花。啊，参加比赛选手嘛功夫真点，若比唱歌，搁要比看相，伫台顶上知。我看我手艺会中原。正百的选手为5岁到68岁拢有，其中还有一个华侨为了完成伊的心愿，专工为马里岛飞来台湾。你的轻声细语，永永远远陪伴在阮的身边。伊的目睭会放电，所以上台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自我催眠，就是你就是杨丽花。想要甲杨丽花学甲真够格，但阿兰讲，得掌握目睭甲目眉这两个重点。这届未将变做杨丽花的经验，那互人永远拢袂放袂记的，嘛希望互歌戏会当一直流传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